有一阵骑水上乌倒摆的好手，透早出发，要骑到275公里远的日本的石垣岛，讲差不多要骑10点钟，而且要通过天气甲雾漏水的考验，对体力是一个大挑战。出发的时阵，每一个人拢信心满满，讲一定会成功。 特别是滑冰同款，一台对一台水上乌倒摆，伫花莲港区射日练真壮观，因就要向大海出发啦。无像别人坐飞轮机坐船出港，因准备要去日本的石垣岛，伊是甲起即马，而且是骑水上乌倒摆过去。早起天也袂光，大家透早就到海关准备要查验，表情拢真欢喜。来自全国各地水上乌倒摆高手伫花莲港集合，招几百人参加，要出动47台水上乌倒摆到日本去交流。第一次说骑水上摩托车要带护照，在台湾骑那么久了，还是第一次。 紧张佮期待，因透早5点为花莲港出发，要骑275公里到日本的石垣岛，估计要10点钟的时间。这次要挑战黑潮，大家加油！世界能看到台湾，能看到花莲啊！我们出门之后还会做一些救生的演练。 这内面有真侪救援队的人员，出发前拢经过各种的训练，用远航的方式挑战家己的体能，嘛甲日本相关的团体进行交流。估计13早起会为日本返来国内，迄一天尾暗就会到花莲港。